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案，这是拜登政府第9届备军事武器予台湾。另外 ，AIT 主席莫正要退休，会由熟悉台海基地官员来接。拜登提名由台湾客统的苏维斯来做劳工部长，这是拜登内阁内面头一位亚洲的这个部长。台湾的交通敢是地角咧？伫咧台中有一个妈妈杀婴仔要过车路，却无一台车要上了。美国国务院批准总金额美金6.19亿，大概是代表190亿的对台军售案。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9届备军事武器予台湾。这个内容也包含200粒中程空中对空中的飞弹，也有100粒反辐射飞弹，拢是会当配合 F-16B 战机使用的，会当来应对中国解放军的威胁。另外，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正特别退休啊，未来由对台海事务真熟悉北京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来接任。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在暗时宣布上新的对台军售，这是今年度的头一届，嘛是拜登政府任内第9届，已经进行知会国会听书。内容包括100粒 AGM-88B 高速反辐射飞弹，200粒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甲相关的配备，金额差不多6亿19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190亿。那么这次美方同意供售的2型飞弹，都是空军已经完备了作战能力的弹种，并且针对部分功能强化升级。这2种飞弹拢是提供 F-16B 挂载武器，或者讲 AGM-88B 是专门攻击到人防空武器的雷达辐射源目标，嘛是头一届卖予台湾 AIM-120上新的型号，射程大幅度增加到160公里。敌人的军机进入射程了后，袂当走向的范围就更较大。AGM-88B 的射程在180公里，可以进行防区外的打击。7-8的这个空对空飞弹也可以长距离的对敌人的飞机进行反制攻击，这样可以给国军带来更多的战术跟战略的弹性。总统府阁一再感谢美国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这会当捍卫领空，应对中国军方的威胁甲起事。台美的关系大麻。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都要退休，会由北京国安会中国甲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来接手。外交部对于莫健主席在任内促进台美关系的提升与强化，表示高度的感谢。对于新主席的就任也表示欢迎。罗森伯格捌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幕僚长，是真受器重。进前都捌参与台美高层对话。路透社报道指出，罗森伯格的工作。一个主要的重点是甲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保持沟通的管道，特别是伫台海之间充满争议的这个时阵。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拍算要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其中有2项，就是管制媒体，也有16岁以上的学生爱造册等等，引起正人议论。今麦有风声讲要暂时来打动，国防部表示讲会继续收集意见，也若这修法是无时间表。另外，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成也讲，互学生上战场这是一种假消息，甲代志站头起尾了后就开始乱讲，制造这战争的惊吓是无必要的。面对中共加大对台威胁，国防部继续严军备战，也要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虽然事前无甲国会沟通，加上关键媒体16岁以上学生注册等，引起反弹声音。2大政见包含平常时对新闻媒体调查，近期对新闻媒体管制的国防部回应，这是因应敌人认知作战威胁，和学生上战场甲学校协助军事生产。国防部宣布，编造学校青年后勤，培养在海防球甲协助民防，军事部主生产部含武器弹。管制的手段都只会发生在实施动员时期。那你是准备好那个方案，一旦那个开关一打开，我意思说进入紧急命令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法治这一部分才能够有用。这个把它扭曲成说把学生推上战场，制造战争的恐惧，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动员法治，在其他民主法治国家都有的。罗秉成强调，互学生上战场是假信息，完备法制是政府负责任的态度。修法是因为国家安全考虑。目前法案有个别定性国家意见，也无定限，也无时间表。外界解读政府暂缓修法，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认为，即马只是大方向，未讲停就停。这些学生要到战场去，会不会成为娃娃兵？全民都很关注。准备阶段也要管制媒体。真的，
违反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有违宪自由。假设要修的话，这两部分一定要拿掉。真的是暂时的管制的时候的应该作为，但是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一次的全动法相关修法出来的资讯跟整个沟通的状况非常的糟，这是要赶快处理的事情。行政指出，亲像全党汇报全党方案也检讨，民进党地位电文评认为国防部爱加强沟通，多思考，收集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见，才符合全民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补班有6天，真侪民众花了伤过忝。今仔日伫立法院，就立委主张讲，敢有可能等到这弹性放假的时阵，唔免搁再另外补班咧？另外，各党的立委也有提案，亲像是要来增加这国定假日，也讲到这823炮战纪念日，或者是4月初7纪念迄当年东华政治政论的杂志创办人陈南用的言论自由日，甚至是伫旧历的正月15元宵，拢会当休假。民众连续休假会出门佚佗，但是今年补班有6天，侪民众化工伤忝。初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议国定假日法草案，各党委员拢提出无共想法，要增加国定假日。亲像时代力量党团就提案加入4月初7言论自由日、4月22世界地球日等等。时代力量党团的国定假日法是在第9届劳基法修2的脉络之下所提出的法案。那最主要的主张就是要维持19天原本的国定假日，并且把一部分具有威权象征意义的纪念日的节日调整成符合我国当代的民主宪政价值的国定假日。是不是可以增订元宵节为民俗的节日，以符合民情上的一个需求，舒缓工作压力及活络国内的一个经济？因为83这一天。事实上才是因为了抵御外侮，所以全国都因为这个83的这个炮战的这个胜利，所以巩固了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发展。除了增加假期，也有立委联盟，若是拄到弹性放假，敢有可能干那放假卖补班？周休2日之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国定的这个假日等等加上去，目前是115到116，也符合大院的一个要求。放假但是不补班的话，假期的部分就会超过115或者116，那这个事情知识体大。另外，针对立委提出侪国定假日的草案，除了是为了增加假日，也望甲现主时规定假日的纪念日甲节日实施办法，为实施办法提升到法律的层级。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伫咧台中，昨有民众看到讲，一个妈妈送婴仔要过车路，虽然无半台车免停落来让因先过，就学者建议讲，应该爱检讨这颗驾照措施以外，也爱改善道路工程。初一暗时6点外，一个婚姻人送红爷车伫台中大理仁化路甲成功之路这个路口，要行斑马线到对面，暗过彩顶一道，汽车拢抢咧转换，无一台停落来让伊过路。婚人看无法度过去，只好搁退回路边。他从对面过来的时候，的确那很多车子过去啊，完全都没有礼让啊。所以阿嬷走到一半还是退回去啊。当地人表示，附近因为有工业区，若到上下班的时间车真多，而且路口常常发生车甲路人的车祸。对，一定要用跑的，因为什么？他比我们更快啊。我们走路比较慢啊。交通局也将评估设置绿斑马及行人专用号志，以加强行人路权。毋是交通尖峰时间，当地车流量也是真大，路人行斑马线过路，也是爱细致围边经过汽车。虽然汽车驾驶未免让路人，警方应依照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开罚。不过市府目前规划是正小径，拢只是治标无治本。学者认为应该检讨考照方式。我们在考照的项目里面还没有这一项，你一定要有考一个实际考试，就是说碰到行人一定要让。那机车其实也是要进入到路考的这种阶段。叶平参表示，道路工程的想法应该调整，免干那就行车效率做优先的考虑，尤其路人过路的设置应该甲路口有5公尺以上距离，佮加上驾驶人观念的调整，才能改善交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
宏观客运细单的公车司机，伫去年底驶公车无让过路人弄到一口罩3个人，害这个家庭的这个妈妈，也有一岁囡仔来死亡。检方侦查了后，依照过失致死罪，甲伊这个公车司机起诉，办法官就要甲伊判重刑。检方调查这伊拉克籍姓贵的查甫人，带台湾宝生一个后生，说伫咧去年底过车路时阵，互公车弄到，这个妈妈含囡仔是死亡。检方根据着现场的监视器事故现场调查等证据，认定司机伫咧驶车的时阵拢无注意，依照过失致死罪，甲这个公车司机起诉，而且也希望法官就要甲伊判互重。那这北北基桃有交通月票了后，这中部8个县市也要来推出通勤月票方案。除了中彰投，也包括着新德县市、嘉义市等8个县市。台中市长罗秀燕今日表示，中央已经同意啊，而且这经费按算伫年中就会到位，希望会当推出1000块的月票。相关的细节也搁伫咧讨论。行政院议会顶个月底通过中央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北北基桃4个县市会推出1200块生活款月票，按算7月份实施。台中市长罗秀燕初时证实，行政院已经同意中部8个县市的通学通勤月票方案。消息一日出来，台中的民众有的赞成，有的是意见不大。公车跟台铁嘛，就是比较方便，就是套票，就是对于说，如果说是一次性的话会比较贵，套票会比较便宜，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没有说每天都在搭这些交通运输，所以我会不愿意花这个钱。行政院原底定义的中部生活圈，敢若有台中、中华南投3个县市。罗秀燕是主张讲，应该扩大到中台湾区域地理平台8个县市，也就是上北边到新德、上南边到嘉义市的范围。伊强调讲，目前中央的经费按算年中会拨落来，接续8个县市也搁要拟定计划申请补助，按算会推出1个月1000块在理这月票的方案。横向跟8个县市在进行这个协调当中，看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方案能够扩大到8个县市来使用。有火车站都敢若到了到岛南有尔，哪来啦？先3个尔啦，山迄边有尔啦，其他偏海的这边拢无啦，安尼啦，都没有火车啦。地方政府想要推出这款的通学通勤的月票，也若对其他无住伫都会区的民众感受实际上的帮助。我们有民众就烦恼讲，伫海线的所在，自本就无火车会经过，通勤月票有效用的范围恐惊是有限。台中市府表示，月票方案的细节因为牵连到中央经费会拨偌济、县市的面积、甲各地交通的习惯等等，8个县市还搁当伫讨论当中，然后确定的方案就会赶紧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本地疫情指挥中心伫咧烦恼讲，这28年假过后，病例所可能的症源冲到2万例左右。不过今仔日只有12000多例尔。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台湾是300多天以来疫情的上低点，正咧规划轻症免通报降级等等的措施。另外，也针对国内出现2例本土交织的疫情，也正咧讨论讲，敢要加买疫苗。疫情管控豆豆放量，原底估计28年假了后的 COVID-19 疫情高峰，可能会欠管到1天2万例。不过，初次公布的新增加病例只有12032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疫情下降趋势稳定，咱等咧300多天以来疫情的上低点。我们这一周的平均本土那每一天是11842，比上一周平均是14996，那是下降了不少。在死亡的部分也从这个56那下降到43。指挥中心表示，未来解封的措施会看3月初6校园翠暗解封了后的状况，搁再宣布。按算解封会分做3个阶段来进行。第1阶段社区确诊者轻症免通报；第2阶段医疗院所感染管制调整；第3阶段把 COVID-19 为第5类传染病降做第4类。我们3月会做第1阶段，那这个4月会做第2个阶段。那可能5月的时候就是做第3阶段，那也许会再快一点，改成第4类的同时，我想我们指挥中心就会降级开设或者是解散。另外，针对国内交织疫情，台湾南北各出现一例本土个案，彼此关系无相连，烦恼可能有疫情的传播，已经扣除25个接触对象，其中6个高风险对象目前拢无出现症头，初二也会参专家讨论自交织疫苗的对象。
会讨论就是说开放这个更多具有高暴露风险的这个对象，不管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暴露的关系而导致说有较高传染到猴痘的风险。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当咧甲药厂直接要买高组疫苗，专家会议也会讨论疫苗爱买偌济，而且爱安怎向关键族群来宣传，上紧初三就有采购计划。记者龚兆随台北报道。健保署伫昨暗有公告，对后个月开始调整部分健保药价，一届会调降5400多项药品的价销，一年会当省健保支出81亿8000万。另外，也传出讲最近欠货药啊有8000多项无要调整，希望会当降低这欠药的影响。受疫情影响，健保药价已经2年无调整。健保署初暗时公告上新的药价，要伫4月7日上路。这摆总共检讨14000多项药品价销，最后调降5400多项药品，调降30多项的药品，药价调降总金额是81.8亿，创历史调整药品上少的纪录。因应这一次的不调整的原则，有3大不调整原则嘛，就是基本价的不调整。那调整之后呢？会低于基本价的，我们也就是以基本价来做价格的保护。健保署表示，最近因为欠药的代志，这摆药价调整有8000多项药品无调整，也有地板价原则。那厂商认为无够成本，也应提分析报告重新议价。啊，不过医界团体认为，根本解决之道是针对健保药品的给付、甲支付制度同盘检讨。药价过低。药价差衍生的困扰，用药品质只是用药不应给付，以及民众因缺药可能会有自行断药的疑虑。那主管机关是否邀集相关的团体来共同会商？基层诊所也经常在开了一些指示用药，那一下子通通都不给付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未来还可以再研议。针对最近有药师服药健保不应该给付一般胃药等只是用药，市税官表示，健保署已经做相关的检讨，应该1到2个月就应定出药价游戏规则。欠药问题目前有关药品经过药局或者是诊所调度，也是有药的通用。现阶段调查真正欠药的只有15种，3月中就应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贿选案，经过3个月调查，今仔日侦查终结，认定正副议长区里林志典，也有负责划办的民进党前中常委郭在钦等人，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定案件提起公诉。正副议长2个人因也出面回应，强调会透过司法证明清白，行因这个公道。正带到台南市议会议长区里就互媒体包围。台南地检署它也有它一定的压力存在，还要跟律师这边再来做一个对谈哦。但是我们会寻求司法的捷径，来让司法还我们的一个公道跟清白。佮一摆强调自身的清白，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贿选案，经过3个月调查，约谈正副议长区里林志典甲国民党前议员李文俊等10人，2人羁押，初次检方调查终结，将正副议长甲民进党前中执会郭在钦等人提起公诉。副议长及郭姓被告3人形成共同犯意联络，由郭姓被告担任总操盘手，其与副议长商讨拓展票源之对象。并商议对具选举权之市议员采取贿选及恐吓之不法手段。检方查出区里甲区议长林志典、民进党前中执会郭在钦被贿10几摆，决定由区里甲林志典固守共党票源，佮配合郭在钦做操盘手，用贿选恐吓方式要求对方放弃投票或者是废票，也将区议长的位做条件，由前国民党议员李文俊结名，佮提出请市长黄伟綽背书纳入会，俾出8折优惠，甲下一摆参选府竞选经费或者是4年府每个月11万薪水，由国民党的机关。我们尊重检察官的决定，那也希望说当事人能够循着司法途径，在法院来这个主张他们自己的论点。我们一切先尊重司法调查，那看后续的结果如何。民进党强调尊重司法调查，不过2人进前已经互党中央停权3年，这摆被起诉，党内承受其他处分，民进党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伫初一正式提名苏维斯来接劳工部长，伊也是拜登内阁内面头一位亚洲的部长。苏维斯的老爸是对台湾来的，而且苏维斯处理劳工议题经验丰富，目前是劳工部的副部长。拜登也讲，苏维斯的案例就是美国帮的代表。伫火车当中行上台，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名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白宫声明稿形容苏维斯是劳工的导师，俄罗伊是经验丰富的领袖。那这名案伫参议院通过，苏维斯会接做拜登内阁第一位亚裔加法裔部长。Julie Su, she's been a strong partner and a real leader. Julie is the American dream. 苏维斯目前是劳工部副部长，伫威斯康星州出世，加州大汉，摕到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了后，捌做民权律师，也领导过加州劳工部门。伫去年劳工甲货运铁路公司劳资谈判当中扮演核心角色，相关资料非常丰富。美国媒体捌报道，苏维斯的老爸来自台湾，老母是中国移民，不过白宫方面并无证实这个消息。苏维斯是表示，就是工会，互伊爸母有機會進入中產階級。60 years ago, my mom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a cargo ship because she couldn't afford a passenger ticket. So I believe in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America. 拜登内阁是美国内阁20多年来第一摆无亚太的部长，虽然副总统贺锦丽甲贸易代表戴奇拢是亚裔，却未直接领导部会。最近拜登受来自国会亚太的党团甲亚裔倡议团体压力，因一直要求拜登提名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进前大下赵小兰捌伫小布希时代担任8年的劳工部长。公司新闻两间编译。伫咧以色列境内反对司法改革案的街头示威已经2个月啊！示威者初一伫咧特拉维夫顶城市，甲这抗议的规模搁再升级。伫早起人上济，大家要坐车通勤的时阵，因用人阵阻碍交通，包围公路甲铁路。积极右派阵营出身的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也批评这群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为着驱离聚集伫特拉维夫交通要道的示威民众，以色列警方用闪光弹，还佫有甲民众撞水。逮捕的过程当中，甚至用脚头污甲示威者的颔管也缀掉咧。这是这几年来真罕见冲突的场面。Came to demonstrate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the vision of my grandfathers who came to the state of Israel to establish a state that is built on freedom, equality, and justice. I'm concerned that we are in a crucial moment, that everybody should go out to the streets and do their best to protect this vision. 总理纳坦雅胡领导的民族主义甲宗教政党政府1月份提出司法改革，内容包括互政府对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实际控制权，还佫限制最高法院裁定法律违法，或者是对行政机构做出不利的判决的范围。因为以色列无成文的宪法，国会佫去互执政联盟落条咧，互批评这套改革计划会减弱司法的独立性。民调嘛显示，大部分的民众无赞成政府的做法，希望会当有妥协的方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奈兹嘛表示，当局脚步应该放缓慢，爱先建立共识。反对派人士的示威活动，为日是延续到半暝。纳坦雅胡伫耶路撒冷的徛街外口，组织济举以色列国旗的示威者，就连因牵手沙拉去特拉维夫的一间头毛店做头毛，嘛去互示威者包围，全条伫店内底，真无步提无路，有到4点前久。初二透早，往回特拉维夫甲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搁一届去互示威的群众占领。经过汽车是袂停袂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精英军事情报单位8日控部队的一阵退伍军人，嘛真罕见加入拒绝服役兵役的队伍，表达对司法改革案的不满。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是意外或者是挑工故意的，这香港的运动员出国比赛，搁再撞到放唔到国歌的代志。世界冰球锦标赛主办单位甲欢送中运动的歌曲《冠英光归香港》，当作是中国的国歌伫咧现场放送。香港选手虽比出暂停的手势，爱因打动，不过过无偌久咧，这主办单位才播送中国的国歌。虽然大会有来回实咧，不过香港政府已经是真不满咯，要求着这港协开奥委会就要深入调查。And now we will listen to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China. 香港的选手比出暂停的手势，
2月28日，波士尼亚首都塞拉耶夫举行的冰球锦标赛第3级别的比赛。比赛了后，放送国歌的时阵，现场的音乐煞是反送中的运动歌曲，欢迎光归香港。We are very sorry, it will be corrected. 过2分钟了后，主办单位才放送出正确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大会嘛针对这点回事的，香港政府表示强烈的不满，已经要求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奥委会展开深入的调查。不过，其实香港的运动员伫外国比赛的时阵，主办单位放国歌的时阵放了唔对去，已经唔是头一届啊。2022年11月份，南韩7人制橄榄球比赛嘛是发生同款的情形。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主办单位事先有要求各队伍提交国歌的时阵，因并无收到香港队提交的歌，所以因的工作人员上网找，才会下载唔对的歌曲。同一年12月份，伫杜拜亚洲经典剑道锦标赛，主办单位嘛甲原英光归香港当作是香港的国歌，当场放送。不过学者分析，用铺设地带来表达对中国的反动，几率无大。当时反送中的时候，这个荣光归香港这首歌呢，就是。可以说是红遍全世界了。YouTube 上面的点阅率当然也非常高，所以他们找寻错误，最终发生的错误也不足为怪了。香港媒体指出，国际比赛几啊届甲原英光归香港当作是香港的国歌，放送了唔对去。经过调查发现讲，原因是伫 Google 敲找香港国歌的时阵，显示的结果就是原英光归香港。有风声讲香港政府捌要求 Google 爱改过来，不过却去互 Google 拒绝。香港政府抑阁用安尼讲要甲提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三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伫北京举行会谈，也因为卢卡申科是罗西亚总统普京的好朋友，双人会面受到正人关注。习近平伫会中强调，中国对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就是望战争双方好好讲。卢卡申科也对咧讲，完全支持中国所提出的核弹计划。21向礼炮加上军旗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一用国事访问的高规格仪式，迎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新定位啊，肯定会有新气象。今天我们将共同擘画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愿景。卢卡申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朋友，伊拜日展开3天的访问中国行程，时间点伫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访问莫斯科了后，会谈一开始，习近平就用全天候、全面战略友好形容两国关系，肯定白俄罗斯支持中国处理台湾、新疆、香港甲人权等问题立场。佮表示，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就是劝和促谈。卢卡申科是回应，完全支持北京提出的俄乌停战计划，佮要防止陷入无赢的人的全球对抗。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Беларусь активно выступает с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о мире, всецел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выдвинутую вами инициативу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中国顶礼拜提出乌克兰和谈计划，暗过今日呼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无具体要求俄军为乌克兰撤离，佮批评大方面制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欢迎中国提议，暗过前提是俄国爱先全面撤军。俄罗斯是表示会对中国建议详细考虑。有分析指出，卢卡申科访问中国，显示中国、俄国甲白俄罗斯的关系更加进一步。前泽伦斯基也表达希望甲习近平会面，不过北京并无做出正面的回应。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讲到间谍气球事件，互美中关系变更较歹。不过，气球的运用也受真侪正当的做法。伫美国，就一间网络通讯业者拍算用低成本的气球来代替贵酸酸的人造卫星，佮再配合地面的基地台，希望会当替世界各地较热贴的所在提供网络信号。根据国际远距通讯联盟的估计，就算网络的通讯来到5G，甚至有业者已经要开发6G 网络。全世界共款有25亿到27亿的人口，因这么大的所在是无网络通好用。这人大多数拢是住伫开发中，也是低度开发的国家和地区。Africa, the continent as an example, is the least unconnected place on the planet. So this is where we've started. And now we're moving into Nigeria, Kenya, Mozambique, and we have a whole waiting list of countries there.
因为要伫偏远地区要设陆上的基地台并无方便，要用小型的人造卫星，成本阁伤悬。总部设伫美国德拉瓦州的这间公司，就想着用加几啊代替卫星来做网络信号伫空中的中站。 They provide ubiquitous coverage for huge amounts of distances, around 130 kilometers, sitting at a 300 to 500 meter altitude. But of course, you may be able to see 2 or 3 million people, but you need ground assets, traditional towers, that will take the capacity of all of these people. 不管是机啊，还是飞船，早就伫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就用来阻挡敌机侵犯领空。现代战争嘛，用来防敌人的巡弋飞弹。一间对罗马尼亚来的军火商嘛，想着讲，若军用卫星互敌方攻击失效，一定会互地面的战术无法度用。所以因想着用低成本的机啊，紧急升空，暂时取代卫星提供信号的连接。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 讲到气候的变化，敢真正是天地所设，毋是地主作孽的。目前当同时热天的阿根廷小风小影接来，拜三搁再引起火灾，造成高压电系统故障。首都加中北部7个省拢大停电，这火车地铁是无度走，旅客是等几点钟，有影是真无奈。 响响停电，互乘客伫黑暗当中行出地铁站，为乘客归去，原来四方，原来伫真侪火车车厢内底等。阿根廷今年热天，热浪一波散一波，卡要到36度的高温，和用电量增加。偏偏礼拜三下晡，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因高温导火，和附近高压电系统故障。为安全，当局暂停甲各种系统相连的核电厂甲其他发电厂运作，结果造成中北部7个省大停电，600万户家庭受影响，火车地铁也被迫停驶，真侪乘客苦等几啊点钟。 un rato demorada también en el subte y después volví acá y nada, estoy hace como media hora más o menos, estoy esperando y voy a estar un montón más, así que... 无法度坐火车甲地铁，真侪人专坐公车排甲长路路，毋过交通负载也停落来，人车前道情形是真危险。另外，一停电，真侪店头无法度营业，归期提早关门，毋过问题过来啊。 Nos tocó cerrar, como podrían ver, manualmente porque la persiana es eléctrica y no pudimos cerrar. 停电不止为民众带来真侪无方便，甚至连供水系统也出问题。阿根廷自1月以来，已经因为用电量欠悬，停电几啊摆，民众可能希望政府赶紧想出补救的办法。公司新闻张惠斌报道。 敢真正是饲鸟鼠夹布袋咧？这日本的经济新闻用专题报道，讲台湾有9成退役的军官去到中国背情报储备台湾，也讲台湾上界大的问题就是有真侪国军伫咧做间谍。地府会主委房世宽今仔日真生气，批评这媒体拢伫咧乱讲，国防部也批评这新闻是乱写。咱的外交部已经要求组织代表处就要反映，要求日本的经济新闻就要讲清楚。 南华情势紧张，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以专题探讨国军的死角，讲到一个化名号做郑宗宪的50多岁退役的军官，伫中国开餐厅，透过提供国军情报来换伊的生理兴旺。毋但安尼，报道也佫讲，台湾上大的问题是有真侪国军间谍，讲有甲9成的退役军官去中国卖情报趁钱，而且国军高层大部分拢是外省人，无法度甲中国作战。 毋过，这个报道，互退辅会主委房世宽真生气，批评日本媒体是甲退役军官咧做恶，是散布恐怖消息，分化军民团结。怎么会连日本人都来侮辱我们呢？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说放他妈屁！有违反了国安的法令，我们会退出他的退出，就是停止他的退服。太好了！以不明的消息来源质疑国军为国忠诚度，相关的报道凭空杜撰，没有经过查证。 就以耸动标题污蔑国军官兵气节，分化部队团结。国防部反击，讲这是无影无迹、有空无损的报道，无经过查证，都用真声人目的标题来甲国军官兵做恶。外交部已经要求驻日本代表处就这间报社无经过详细查证所做的报道，表示高度的遗憾。调查立委嘛同齐谴责，质疑这是认知作战。不过，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认为讲，这个报道的原文甲台湾媒体转载的报道有偏差。 台湾的很多高级军官退伍后，90%的人都跑到中国去做生意。他到中国去做生意，
也跟他是不是被吸收成为共谍，这是两回事啊。但是我倒觉得，就这件事情来讲，退伍后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我们有一些高阶将领，退伍后长期旅居在中国的，或者他在中国做生意的。立院立委刘世芳临时提案，并且退伍会邀请国防部、陆委会、法务部清查过去5年的退伍役军事官的名单，敢是违反相关国安规定。若敢是要求日本媒体回实的，毛世宽讲，退伍会会找管道甲日本联络，提出抗议甲纠正。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民间企业才发生个资泄漏事件，国发会提出专案报告，打算要透过下部会来辅导业者，而且要加这个资泄漏的罚金纠权，而且还会设一个独立机关来处理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讲，加这罚金纠权，确实会当提升企业维护治安的意识，不过关键有关是执法的部分要积极处理。在台北市信义区，就有2间百货本土零售业者美丰集团，2月中去海客入侵，摕到因集团的资料库，包括人客个资、企业供应商，这资料拢流出去。最近民间企业才传出个资外泄的情形，不过却无伫治安法的范围内。国发会提出防止非公务机关个资外泄经济措施，会监督各部会落实监管管理的事业个资的保护，加强会议的联络，嘛按算提悬个资法相关的法则，参考外国的经验。提悬采罚的金额，另外会向设立个资保护独立专职监督机关来拍拼。如果这个治安法的部分，也评估完成的话，应该是一起送出。包括其他各部会所掌管的各法，如果跟治安跟个资保护的法则有关，也要同步调整。回头看最近几啊件个资外泄的事件 ，iRent 因为40多万条个资流出去，去予公路总局以违反个资法罚20万，桃园市政府嘛甲罚9万块。叫上租车去互民代公开讲，会员订单的资料会当伫 App 顶管互查到，而且印出来，叫用罚10万块，而且限期改善。若美丰的资料库去互海客入侵的事件，经济部已经展开调查，数位部嘛讲会介入了解。学者分析，提悬采罚的金额，确实会提升企业维护治安的意识，关键是执法要积极。从历代来讲，就是你其实个资外泄去罚款，那到最后法院判赔的那个金额，其实相对来讲都远小于2亿的这个数值，所以一般就会变成说你在落实上面其实是有困难。治安学者嘛建议，先一个国家对民众个资的保护，还佫包括要求适当公开处理资料的方式，让使用者会当选择资料，敢是要互自动化处理。不过目前咱国欠缺相关的机制，而且还佫有真大进步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新制劳退基金收益今日公开，去年了2280亿，平均每一位劳工的收益是减少18000块，是2014年劳动基金运用局开办以来劳工了上济一年。劳动部劳保局也强调，劳工在领退休金的时阵有保证收益机制，尚无有2年定准的收益保证。劳保局的台北市服务处，真侪民众拢来问新制的劳退基金了真侪的相关权益，因为去年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大落的影响，劳动基金是赔甲惨。其中新制的劳退基金是亏损2280亿，以新制的劳退户有1251万户，大家都讲是减18000。你没有看那么多人吗？你不要说我不怕，你看这现场的人数就好了，对不对？去年的6月就要领了嘛。啊，那时候比较低啊，所以老啊这阵啊，我惊啦。民众拢在讨论，实际上劳退新制2005年正式上路以来，几大摆都是亏损。2015年平均大家人是损失125块，2018年是受到金融起高龄的影响，平均大家人的损失是要3700。去年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大落，从开办以来上歹。收益的部分呢，等劳工领取退休金的时候，累积的收益是会有至少2年定存利率的一个保证哦。劳工退休金的权益是绝对受到保障的。这个劳退基金呢是有一定的社会角色，政府应该是从长期稳定投资这个角度，避免劳工朋友在这个老年经济安全保障的政策呢，暴露在一个高投资风险的环境。虽然劳动部是建议讲，今年满60岁的劳工，特别是已经退休的劳工，那暂时无急要用，会当等到基金的收益回升，再来领退休金。但是劳团认为讲，劳退基金的操作，政府应该保持保守的立场，投资操作才会当确保劳工老啊以后的经济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境外污染物吹来影响，这西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变歹，而且金门也出现红色警示。下晡开始，这污染物往南，加上本地污染，中南部有一寡观测站也出现红色警示。也因为这空气较白透，所以较歹这个空气品质一直到拜六。对撇山岩来看台北101是无啥清楚，受到境外污染移入的影响，早起台北市的空气是变甲真歹，变作是感觉色的提示色。不过金门受到更较大的影响，监测的影像会当看出，规片拢是肤色的蒙蒙雾雾，已经是上无健康的红色警示。PM2.5上悬每立方公尺是83微克，过道污染是对南边去，中部嘛出现红色的警示。本来我们吹东北季风，中部跟南部那边风速就会比较弱啊，那所以就容易累积污染物，所以除了境外污染之外，本土的污染也会在那边累积。因为西部部的拓线条件变歹，污染物会继续一直积累。拜五和拜六的空气嘛无较好，地方政府嘛加强管制，其中嘉义县的环保局佫一摆出动空吸机，要来查一寡定伫咧空旷所在烧物件的热点。另外嘛要求工厂爱减排等等措施。环保局讲，加强稽查了后，这违规的行为拢有减少啊。我们可以主动掌控我们这个监控范围内是不是有违规的行为，有立即污染，我们会派员到现场立即进行查处，对于民众在一些违规的行为上面是有吓阻的作用。空气品质是无啥好，提醒民众尽量莫去户外做伤济运动，除了农民烧稻啊，清明节就要来啊，民众去陪墓的时阵嘛，定拢会烧金纸，这嘛会互空气品质愈来愈歹。为着这个，环保署嘛伫咧大型的公共墓仔埔新增空气阿爸来监测，记录烧物件造成的污染程度。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天气稳定，民众若准抬头向西边看，就会当看到两粒真光的星哦，这就是金星甲木星。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讲，今仔日就是因上届晚近的时阵，若准今仔日看无到，后回都搁爱等10年后。这几天暗时天气若好，会当看到西边的天顶有两粒真光的星，而且一天一天愈来愈晚。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迄就是金星甲木星，上晚的时阵，就敢若徛伫月亮的两边遐尼近。最亮的那一颗就是金星，那比较高仰角比较高的那一颗是木星，两个之间的距离呢，大概是0.54度。在今天晚上他们最接近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会分别落在月亮满月的两侧。要分辨倒一粒是金星，天文馆讲上光的迄粒就是金星会对下骹爬起来，然后甲木星相闪身，才慢慢离开。这款的天文景致10档才出现一摆，因暗时两粒星上接近的时阵，若无看到后一回搁再出现的时，就是2032年2月初7。只要在太阳下山之后，你望向西边的天空，就会很容易看到这两颗。最好是从入夜之后，然后一直到7点半之前去观赏它们，因为再下来就是它们可能就是慢慢越来越接近地平。那即使还没有完全西沉，可是很容易会被建筑物啊或者是一些高山所遮蔽住。毋过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环保署讲今仔日空气品质无啥好，提醒民众若伫户外爱做好防范。记者马上用曾俊佑台北报道。根据统计，这花莲台东肺癆发生率是全国上界侪所在，而且伫偏乡感染到肺癆的病人较侪，却无先看内科医生。不过即晚呢，这台东病院的成功分院有专科医生伫遐看诊，希望会当降低肺癆病人人数。东海岸成功镇和中滨乡的民众，若有胸坎科的病想要看病，应该对去到转来，至少要开2点钟以上的车程，对是大人是真无方便。这个月开始，部立台东病院的成功分院有胸腔内科的医师进驻，互看病变方便啊。我之前也是肺癌，我开过刀，我都要跑到台北去回诊啊。我们都要跑到台东来，不然就是那个慈济嘞。部立台东病院的院长王兰福，嘛是胸腔内科的医师。伊讲，花东两县市肺癆的发生率是全国上悬的，台东县是第2名，新增加个案的比例嘛偏高。成功镇和东滨乡嘛有增加的趋势，原因有可能是部落的居民定定做伙做活动，佮有长期是欠胸腔科的医师，造成旧的个案佮未复医，新的个案就来。以台东地区这个人口大概22万左右，加上盛行率40%到50%，每年新增的结核病个案大概是100位左右。那我们想的做法就是医生动，病人不要动。我们医生过来这边来住诊的话，
那可以让病人更方便能取得这个医疗的资源啦。目前成功分医逐礼拜时早起，会有先砍落课堂看病，病院嘛会加强对成功镇和中滨乡民众的卫教，提醒民众气路的稳坐期有5年才长，若发烧和烧是超过2礼拜，体重变较轻，就较紧去看病。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台湾大道这政策失败，快捷巴士 BRT 车站已经改做一般的公车站。不过当初有一寡设备拢无使用，实在是真拍算。只怕我要备200多万的预算，甲一寡无路用的设备全部拆掉。乘客伫台湾大道的公车站上下车，不过袂少人拢无注意到站体内底阁有真侪无用到的设施。我没有特别注意它，其实。对，没有功能，其实应该要把它拆除了吧。台中市台湾大道的公车站体原本是 BRT 快捷公车专用，2005年的7月，总为优化公车站了后，原本所斗好的 BRT 设施，就安尼放了，将要9年，闸门放伫遐无用，余额查询机甲电子扛棒，毋是各种就是高高的营业，而定定坐公车的大学生搁开始有感，若是到有人潮真济的时阵，这些设施就甲动线冻掉的。就是看过它就已经废弃了，就很挡路啊。有时候人多的话就很挤啊。规划今年拆除闲置设备并移置，提供民众更宽广舒适的候车环境。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原本的 BRT 站体有39站，基地系统设备进前甲车厢有效的问题无拆除，效的争议嘛伫去年6月已经解决。除了楼下广播甲监视系统，其他设备已经规划拆除。而学者建议，应该为如何来提升公车专用的效率来考量。我们也要去考虑，将来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更专用的了哈，就是把路权变成从 B 路权要不要把它提升成 A 路权，这个都必须要先做一个公共重要的评估之后，再来看看。李克聪表示，应该重新分析目前公车专用道的运转效率，以及是毋是有必要再提升公车的路权，再来考量现有的设备是毋是继续存在，或者是拆除。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桂林农会和青农做伙办实农教育活动，甲特教班的学生种菜、烤菜，佮家己生长咸啊，大家是算甲真欢喜。伫过程当中也认捌到真侪菜色和农业知识。囡仔人伫田里无用种作采收，实农教育是愈来愈时行。即摆台南桂林区农会也有举办，毋过参加的是安庆国校特殊教育班的学生。为着互囡仔会使充分认捌农业，农会特别甲时间久长，也增加活动的内容。他们比较特殊，所以说我们在安排时间，我们都会稍微拉长一下的活动啊，就是从育苗，然后到种菜，然后到我们2个月前就有预先为他们种了一批大白菜，让他们采收。然后采收完之后，我们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在做黄金泡菜啊，让他们了解说种黄金泡菜或者是大白菜是怎么来的。农会总干事和老师也拢真欢喜看到学生实际体验，家己亲身来种菜，透过实体的教育，对学生来讲，记忆也较深。看到小朋友这么样子快乐，还有他们是第一次走出这个户外，这个是政府在鼓励的食农教育，我们也非常欢迎以后有相关的小朋友啦，或是学校活动，可以多多来参与。归仁农会实在是有够大胆，这个全国我看很少说敢约特教班4个班哦。特教班里面是集合所有罕见疾病、所有障碍，但是我非常佩服归仁农会，让所有的小朋友在这个机会，让最弱势的这一群孩子有机会走到田里面，知道食物怎么来这件事情。透过食农教育的活动，让学生知影这物件是安怎为田里到倒顶。这摆体验也甲农产品教室，让学生有无同的教育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位花农叫做王江仁，因为有花啊，照顾这寡花是愈来愈吃力，所以决定要甲1500丛的茶花捐予台中市政府，予市民做伙来欣赏。目前这寡茶花就种伫咧台中后里运动公园顶个的公园内面。这个品种的名字叫宫廷歌舞，它算是一种牡丹型。
当日向大家小介会场的这位奥利桑是72岁的王工人，照顾花草树木的工课已经有40多档，但是因为有花啊，体力渐渐无法度负担，伊决定甲1500丛地花免费捐予台中市府，希望会当互愈侪人看到地花的水。因为腰酸背痛，所以决定捐出来。为什么捐给公家机关？就是有人照顾，大家看得到。台中市建设局甲这个地花分别种伫后里森林公园、后里运动公园、甲丰原的红仔公园等5个所在，开放予大家来赏花。民众看到公园种规片的地花，也真欢喜。那当然啦，因为大家都很高兴啊，因为喜欢说看花开啊，可以给更多的人观赏到美好的东西，让大家心情愉快。我真的有一种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施比受更有福的那种感觉啦。这届捐予台中市府的地花品种拢总有25种，包括玫瑰型、百叶型，也有牡丹型等等，花型拢无同款，也有无同花色。有到今年地花会开到3月底，被赏花的民众就要把握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新生代诗人温玉桥今年出版印度诗人泰戈尔《龙鸟》一个大文版，甲这位世界知名文学家的作品用晚音的方式翻译做台语，帮读者感受到这优雅的诗句。请互我相信，伫遮大芳的天气内底，总有一粒不时在甲我照路，带我行过生命中毋捌见识的黑暗。作者温玉桥所念的是印度诗人塔古鲁《龙鸟集》内底诗，因为本身介意写诗，伊用2档的时间，甲《龙鸟集》翻译做台文版，按挂界有专心体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典名著的翻译，其实可以让更多人去注意到，原来台语是有办法这样呈现的。那我们也有特别准备 podcast， 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只要听得懂台语的人都可以边看着字，然后边听这样子。温玉桥讲，塔古鲁的诗用字简单活泼，描绘自然嘛，亲像咧讲予囡仔咧听，互人清新温暖的感觉。虽然真侪音译反过来是外来语，嘛希望定期出新的字词，互读者感受到台语对应的意境。协助审定的其中一位老师曾家英，嘛特别用诗句来激励。第4条吼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 smiles in bloom。那是一般的翻作是地球的目屎。伊即句就甲翻译做是大地的珠泪。曾家英表示，本来台语对外来思虑的部分较欠缺，这几档有真侪外国文学的台文版，嘛互大众更较进一步通理解台语的文化。记者陈文佳、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小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3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